宜兰的寒冷哦，定定落雨，县政府拍算要向运动部来争取11亿的补助，甲运动公园的体育馆来改造做一间5000个人的小巨蛋。也毋过哦，有体育团体是认为，上好是搁找别的地点来起小巨蛋。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成早起到宜兰运动公园视察，因为去年兴建完成的风雨篮球场无够使用，低速篮球加皮克球这项目要算煞完价，所以县政府就规划4500万，伫运动公园内兴建多元运动球场，和皮克球、羽毛球这项目会当使用。我们去年完成的这个在宜兰运动公园10座的这个太阳能光电球场，罗东有6座的太阳能光电球场。这个都不敷使用。照去年风雨球场成功的经验，我们希望赶办在115年底来进行完工。宜兰室内运动活动空间无够，一直引起民怨。演过95人伫运动公园运动场办演唱会，却因为落大雨影响，互地方呼吁县政府赶紧兴建小巨蛋场馆。要算柔术球落雨无位通去，敢来当使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走廊空间。县政府为了回应民众诉求，计划把这个已经40年历史的体育馆改造会当有5000人使用的小巨蛋，一定每年向运动部争取11亿的补助。那我们希望未来，空间上可以增加到5000席以上。那活动那个室内的空间增加，也可以增加未来的使用的一个效率。就原地也在重建，可能不太够。不太够。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另外再找地方再改。对。不过，体育团体认为，总共改建体育馆，室内运动空间也是无够，希望县政府会当规划另外所在兴建的小巨蛋，加做馆内会当有更侪人入来的场所。县政府表示，即摆先以完成体育馆的计划为主，是毋是另外找所在兴建会阁研究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